為呢條片咧係記錄我睇李歐梵上海摩登嘅一啲嘅讀後感。咁呢本書咧就我覺得就好神奇嘅。咁就係咩咧？係佢係一本好嚴謹嘅學術論文嚟嘅咁樣啦。但係咧佢係出奇地咧係受呢個莘莘學子歡迎嘅。咁我自己咧都覺得呢本書好好睇。咁對於我嚟講咧，佢就打開咗我嘅視野啦。就係原來咧係連呢個嘅一個城市嘅建築物啦，同埋電影啦，同埋即係當然係文學作品啦，都可以同等地視為文本咁樣去閱讀，並且咧都當中咧係可以窺探到咧係即係反映到現代性，或者係反映到咧係一啲比較深層次嘅即係理論上嘅一啲嘅學術性比較強嘅一啲嘅 idea 出嚟啦，咁樣係啦。咁即係唔係淨係文字文學作品先係啦。咁好似呢本即係上海摩登咁樣啦，其實佢用咗唔同嘅文本係包括建築物、電影同埋甚至係一啲嘅時裝雜誌咁樣啦，都去講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得意咯，咁樣，所以咁我就想即係記錄下即係睇呢本書嘅咁。咁而今次咧我去睇呢本書咧，我唔係成本書都睇晒嘅。咁我就係睇咗啲咩咧咁樣。咁首先咧我就係睇咗第一章嘅，係啦，第一章咧就重繪上海。咁重繪上海咧，佢裡面咧就係分析咧當時係啦，呢本書咧係記錄咧即係上海嘅某一個特定時期。就係會見到呢個封面嗰度寫啦，就係1930至1945呢十幾年嘅時間嘅上海咁樣。咁所以咧佢裡面攞嘅時空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時空啦，就係即係其實都唔需要我多講啦，就係嗰陣時係列強瓜分咗中國，然之後大批唔同國家嘅外國勢力喺上海嗰度生根建築，然之後發展嘅一個嘅黃金時代啦，我可以話咁樣。咁所以咧，佢裡面即係講嘅幾樣嘢咧，都係喺嗰15年間嘅一啲嘅現象或者係睇法嚟嘅咁樣。咁首先咧，我就睇咗邊幾個 chapter 咧，就係睇咗第一章啦，重繪上海。咁佢呢一章咧，我就覺得好得意，就係即係對我嚟講係比較新鮮嘅，就係咧佢係透過分析當時1930年至1940年代嘅上海嘅建築物。即係譬如呢度有寫啦，外灘嘅建築啦、百貨大樓啦、咖啡館啦、舞廳啦、公園、跑馬場、亭子間嘅各方面嘅建築咧，就去分析所謂當時嘅現代性係點樣嘅咁樣。咁李歐梵係一個現代學者啦，即係我嘅意思係李歐梵係一個研究現代性、現代 modernism 嘅一個嘅學者啦。咁佢係呢本書咧係透過唔同嘅文本，包括建築物、包括電影、包括咧即係廣告雜誌，包括日曆月份牌啦佢裡面有講，甚至係即係當然係即係唔少得嘅就係一啲文學嘅作品啦，去到分析乜嘢何謂即係當時上海呈現嘅現代性啦咁樣。係啦。咁我自己會覺得咧，第一章咧係即係最得意嘅咁樣，即係最 inspiring 嘅咁樣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第二章啦，我都有睇一半嘅，係啦，就係講印刷文化咁樣。咁咧，我裡面咧就係睇咗良友作為一份畫報呢一個 chapter 嘅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即係點樣可以從好似冇乜深度，即係又唔係一啲乜嘢高大上嘅學術論著，咁佢點去睇到一啲所謂嘅當時嘅現代性咧咁樣。咁係啦，即係我又覺得獲益良多啦咁樣。跟住咧，另外咧我就之後嗰幾章咧我就跳咗啦。咁我即係跳咗啲咩咧？我就跳咗咧電影作為文本，即係我冇睇到上海電影作為文本呢一 part 嘅分析啦，係啦。咁一個現代文學呢一 part 都冇睇嘅咁樣。咁點解冇睇咧？即係上海電影我唔熟啦，
我覺得好難去到，即係點樣講啊？即係我唔熟上海嘅即係20、30、40年代嘅上海電影，跟住我去睇嘅時候，或許我會睇得明，但係我唔係好 get，即係應該就係啦，我就應該講我冇乜興趣啦，其實係啦咁樣啦，所以就冇睇嘅。跟住咧呢一個嘅第4章咧就係文字啦，文字上面發現呢個現代主義，咁我都係冇睇嘅。咁因為好多年前我已經睇過啦，咁樣樣啦。咁同埋即係佢係分析文本啦，OK 嚇，即係一啲即係分析作家啦，分析即係某啲作家嘅現代性，即係譬如佢會攞咗啲好典型嘅，即係嗰堆嘅上海作家啦，例如施殖全啦，然之後劉立歐啦、穆時英啦、邵舜美啦、葉靈鳳啦，咁葉靈鳳佢係後來就去咗香港，即係其實定位就係香港作家啦。咁但係呢一大部分咧，第5章講文學咧，我都係 skip 咗嘅，因為係啦，我以前睇過嘅係啦，咁同埋係啦，即係我想睇啲新嘅，對我嚟講係啲即係新嘅嘢啦，咁樣樣係啦。跟住後邊嗰度咧，張愛玲嗰個我都 skip 咗啦嚇，因為即係喺讀書嘅時候咧睇得太多張愛玲啦，咁即係喺而家我想記錄一啲我唔係好識，即係重新學，唔係重新係新學嘅嘢咁樣樣啦，係啦。咁啊，淪陷的都會傳奇，唉，即係我唔知咧，即係一講起張愛玲，我個畫面咧就永遠都係華麗與蒼涼，然之後咧葱綠配桃紅嗰啲，又好有畫面感咁樣啦。嗱，呢個都係題外話咁樣，係啦。另外咧就係我有睇嘅咧，就係《雙城記》呢一度，呢度係啦。咁呢一度咧就因為作為香港人啦，咁都好關心即係李歐梵佢點樣去睇即係香港嘅。咁呢一本書咧係以研究上海為主嘅一本書啦。咁所以咧佢係攞所有嘅角度或者攞嗰個水平咧，佢係我覺得係有少少係傾向用上海做標準去睇香港。咁當然啦，佢係有點解我啲箭嘴會指得咁核突嘅？可以真係唔好意思，係啦，佢有呢一度嘅，真係好核突啊！指得好啦，咁樣啦，咁即係佢呢一章嘅上海作為香港他者，佢都有嘗試咧，有一個 section 咧係即係以香港為重點中心，跟住咧就去睇上海嘅。咁但係我自己感覺上咧，佢個論述上海同香港比較咧，其實可能喺佢嘅分析入邊咧都會覺得咧上海係比香港高少少嘅，或者係個水平高少。個水平嘅意思係啲咩咧？係講緊嗰個文化承載啦，或者係即係講緊主體性嗰樣嘢啦，都係就高一啲嘅咁樣樣啦。我唔知可唔可以用高一啲嚟形容，就或者係會覺得係豐富一啲或者好一啲啊。我都唔識講啦，咁樣啦，係啦。咁佢有佢嘅理由嘅咁樣樣，係啦。咁咧就首先咧就而家會落嚟咧係逐個 section 咧去講返即係我睇過嘅嗰啲章節嘅重點嘅。咁首先咧就係作者咧佢用呢個嘅上海呢個城市當時出現嘅唔同嘅建築物，去到分析當時嗰個 reflect 出嚟嘅現代性係乜嘢啦，同埋佢帶嚟有啲乜嘢嘅即係情況或者影響嘅咁樣樣。咁首先佢就分咗幾個 area 去講嘅，因為其實上海好大㗎嘛，佢有分即係唔同嘅地方嘅建築物啦。咁首先佢第一個 section 咧，佢就係講呢個外灘啊咁樣樣啦，係啦。咁咧外灘咧。即係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外灘係啲咩，即係嗰個 area 啦咁樣樣。咁而佢李歐梵嘅分析咧，就係外灘咧，佢係主要咧係受英國影響嘅，即係咧外灘越近外灘嗰條長堤嘅地方咧，就係越
集中咧係一啲英式嘅建築、英倫式嘅建築嘅咁樣樣啦。咁例如我 highlight 咗嘅英領館啦、匯豐銀行啦咁樣樣，即係咧跟住仲有匯豐飯店啦，跟住英國上海總會嘅最長嘅酒吧台啊呢啲啦，海關大樓啊呢一啲啦咁樣樣，係啦。咁我記得咧嗰陣時我係去上海咧，去到外灘，即係而家即係我讀緊呢個位咧，即係外灘啦。總之就其實咧覺得有少少熟悉嘅嗰啲建築，咁因為係英倫風啊嘛。其實咧嗰啲建築咧嗰啲 style 係真係有啲似中環嗰類嘅建築嘅，係咯。即係當然啦，咁係兩個唔同嘅城市，咁但係咧嗰啲 style 係好親切啦，我會覺得係啦。唔知道大家去到外灘嘅時候望到啲建築物會唔會諗起香港嘅中環咁樣？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佢除咗即係外灘，除咗係英籍嘅英式建築影響之外咧，咁仲有係美式嘅咁樣樣，係啦。呢度去咗邊啊？呢度即係咧呢個科技盲，即係用呢啲嘅科技啫，係啦。咁就去到後期少少啦，20年代、30年代開始咧，就湧現咗咧係即係更高嘅、更多層嘅建築物。咁就係主要係銀行啦、飯店啦、公用百貨公司。咁你會見到即係李歐梵嘅分析入邊咧，就係喺外灘早期啲嘅建築咧係英式嘅，咁冇即係個主要咧都係一啲行政同埋一啲嘅政治機關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啲出現嘅美式建築咧係高一啲嘅喺外灘嗰度，咁同埋咧係娛樂商業性重好多嘅建築物啦，咁樣樣係啦。咁咧跟住呢啲係當時嘅相啦。係啦，咁咧李歐梵嘅分析咧就係話嗰啲嘅美式嘅摩天大樓咧，佢主要係即係好明顯係要人消費噶嘛，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嗰陣時消費咧就係好明顯咧係有個階級之別啦，就只係咧服侍咧有錢嘅外國人係啦，咁即係話喺外灘一啲嘅高檔消費場所咧，其實咧真係即係佢呢度都有講啦，就算你係有錢嘅中國人咧，其實你唔識得外國嘅社交禮儀啊嗰啲，或者你唔熟悉嗰個環境咧，其實咧你都無謂或者都唔會入到去嗰個地方或者嗰個圈子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呢一度就講咧摩天大樓咧作為社會經濟不平等嘅證據，表現咗高低窮富咁樣樣。咁亦都係一個好典型嘅，即係外國人、中國人列強入侵即係中國嗰種嘅體現啦，咁樣樣係啦。咁呢度都有講啦，就係話咧，其實大飯店咧主要都係為咗咧外國人、有錢人、名人服務嘅。咁即係基本上你都唔使知入去啦。如果你中國人嘅話，咁呢個只係外灘嘅情況。咁唔係成個上海都係咁嘅。佢跟住落嚟咧，李歐梵就繼續即係分析啦。喺外灘以外嘅地方，公共租界咧有好多地方咧，其實咧都係俾華人即係去消費嘅咁樣樣啦。咁咧，例如咧，即係喺公共租界咧就有嘅百貨大樓咧，就吸引咗大量嘅中國人啦，咁樣。譬如咧，當時嘅先施啦、永安啦、新生同埋大新啦，咁樣樣都係海外華人投資嘅。咁呢度裡面咧就係華人可以入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好明顯就係你不能夠太窮，你窮人咁你入到去，即係其實都唔會啦，係咪先？係俾一啲即係富裕或者中產或以上嘅華人去消費嘅一啲地方，咁當然都會有外國人喺入邊啦，咁樣樣係啦。咁咧佢呢度咧講緊百貨大樓咧，佢裡面咧都有提到咧，百貨大樓嗰個營運模式咧就改變咗咧，係傳統即係中國人嗰種消費咁樣樣嘅，係啦。因為譬如先施永安呢一啲
百貨公司咧就係有明碼實價定落嚟噶嘛，咁咧就改變咗咧當時嘅人咧就冇即係唔會再討價還價，你見到嗰個牌寫住幾多錢咧，你真係要俾嗰個錢噶嘛，咁就冇得話啊平啲啦、貴啲啦咩，即係點樣，即係冇得咁樣同個店家喺度傾啊或者拗啊或者係即係 bargain 啊咁樣樣，咁啊改變咗咧當時嘅消費模式嘅咁樣樣，係啦。跟住咧，另外咧就係咖啡館啦。咖啡館咧係另外一個截然不同嘅地方啦。咁咧，咖啡館咧主要咧係出現喺呢一個嘅法租界嗰度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去過上海嘅話咧，其實咧都好明顯咧見到咧前法租界嗰個地方咧，霞飛路啊嘛，係真係同外灘係兩個世界啦，係好舒服啦。然之後咧，一排又一排嘅法國梧桐啦，然之後勁多勁超嘅咖啡館咧，總之係兩個世界啦，好特別啊！嗰陣時即係後生嘅我嘅時候咧，當然都會好中意喺嗰度，即係去旅行嘅時候都好中意喺嗰度打卡啦。咁覺得哇好正啊，好超啊咁樣樣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呢度嗰個重點咧，咁我都揀低咗嘅咁樣啦。即係英國統治嘅公共租界咧，做住摩天大樓、豪華工業百貨公司嘅時候咧，法租界嘅風光係唔同嘅。咁主要都係霞飛路啦。咁咧係整個氣氛咧係寧靜嘅咁樣樣。然之後咧係真係好悠閒嘅，係啦，係好靚啦，同埋咁樣樣。咁而呢度咧佢都有講嘅，就係話咧如果係以當時即係嘅文人嚟講咧，其實好多上海嘅當時嘅文人作家咧，都會將咧咖啡館、法租界咖啡館咧，作為一個嘅朋友聚會嘅場所嘅咁樣樣，即係好似即係一個聚腳點咁樣樣，咁亦都好啱啦，即係買一杯咖啡，然之後咧就坐半日咁樣樣，即係好有呢個文人 feel 啊 OK。咁另外咧，呢本書咧亦都有講到另外一種嘅文化場所，就係舞廳啦咁樣樣。舞廳咧，佢有分兩類嘅，咁就係歌舞廳或者卡巴萊咧，就係主要係服侍外國人啦。咁而唔係歌舞廳係啦，同埋卡巴萊咧，主要係服侍外國人啦。咁而舞廳咧就係比較廉價啲嘅，就係即係唔單止係外國人去啦，咁就即係好多人都會去嘅一啲嘅娛樂場所啦，咁樣樣啦。咁而舞廳咧，佢裡面咧都係同即係其他之前即係百貨公司一樣啦，改變咗咧即係上海人嗰種嘅消費啦，咁樣樣。譬如咧當時咧有本嘢叫中文手冊啦，咁樣就係講到咧係點樣去到即係喺呢啲舞廳嘅地方咧，就去開香檳啊，點樣去到跳舞啊，跟住然之後個規矩係點樣樣啊，咁樣樣啦，跟住然之後成為一個風尚啊，咁樣樣啦，係啦。咁因為有舞廳嘅出現咧，咁然之後咧就跳茶舞咧就成為咗即係社交必定要學嘅技巧啦，咁樣樣啦，係啦。咁唔單止係上層精英啦，而因為有舞廳，即係有去分兩類，一啲即係貴啲嘅，一啲係平啲嘅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係其實連小市民咧都會沾染或者係學習到咧，即係舞廳呢一種嘅，即係或者跳舞呢一種嘅娛樂或者係一啲嘅社交習慣啊，咁樣亦都係同時係改變咗即係當時嘅一啲嘅社會嘅風尚咁樣樣啦，個意思係。咁所以咧呢一度咧都係外國人同埋有錢嘅中國人咧，經常咧都會出入一啲嘅頭等嘅舞廳咁樣樣啦，係啦。咁而百樂門咧就係其中嘅表姐啦，咁樣樣。百樂門咧其實好多人都會聽過啦，應該。咁咧而呢度咧佢喺度講啦，就係話咧咖啡館咧主要咧係一啲文藝啲嘅
或者上等啲嘅華人會光顧嘅場所啦。咁但係舞廳咧係已經進入咗各個階層啦，所有人咧都會識跳舞啦，或者要識跳舞啦，係一個基本嘅社交嘅一個東西啦，或者一個社交禮儀啦，係啦咁樣樣。係啦，咁佢呢一度咧，佢裡面即係佢連帶咧，佢又會分析咧，即係舞廳入邊咧，佢會有伴舞嘅女郎或者舞女噶嘛。咁跟住咧，李歐梵咧，佢有分析到咧，即係當時舞女係點樣樣啦，即係個情況，個生活情況，或者係一個舞女一個月嘅基本開銷，佢裡面都有講嘅。但係我呢度都唔詳細講啦。咁我最想記錄嘅咧就係咧，女人咧無一例外咧都係穿旗袍嘅。咁佢呢度就點出咧，就係女人永遠係各個階層嘅男人嘅固定對象慾望啦。咁因為旗袍係好顯示到女性個身體嘅輪廓噶嘛，咁樣樣係啦。咁咧下一個 section 咧，李歐梵咧就繼續討論咧公園同埋跑馬場。咁呢個 section 咧就比較短嘅。咁主要咧就係首先係跑馬場啦，就唔使講啦，其實係即係一啲嘅上流人士嘅活動啦。咁樣講完，跟住咧公園咧就係呢個公園呢一種地方咧係經歷過華人與救不得進入嘅一個時期啦。後來咧就去變到咧開放嘅咁樣樣，係啦。咁公園就會有呢個改變啦咁樣樣。咁去到後來即係去到開放嘅時候咧，佢裡面就會變咗係一啲好似當時嘅公園咧，就好似變咗呢個娛樂場所咁樣樣。咁佢呢一度咧有講啦，就話咧中國人咧去公園同埋花園咧，唔單止係為咗放鬆啦，更是為了娛樂咁樣樣啦，係啦。咁咧，譬如一個英國樂隊咧，就會喺某個公園嗰度演奏啦。例如咧，拍拖浪漫嘅幽會見面咧，都會係喺公園嗰度發生啦，咁樣樣係啦。咁即係會見到咧，即係公園咧，其實係有一個喺當時1930年代、40年代嘅上海咧，係由呢個好多人都唔入得或者平民唔入得嘅一個地方咧，慢慢去變成呢一個咧，對當時嘅上海人嚟講咧，係一個公共嘅娛樂場合或者係一個社交場合咁樣樣啦。咁最後咧，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即係擴大咗我嘅知識嘅 section 啦，就係停止間生活啦。咁都係好快咁樣講一講啦，就係當時一啲嘅文人或者上海文人或者上海嘅作家咧，即係其實冇乜錢噶嘛，收入比較即係唔係富庶噶嘛，咁咧就會租咧一啲嘅上海胡同，唔係胡同係石庫門咁樣樣啦。石庫門呢一度佢譬如呢度講啦，好似講文本會好啲。喺石庫門嗰啲住房入邊咧，裏屋同埋外屋之間過渡樓梯上一間小房子嘅地方就係叫做即係亭子間啦。咁總之就係一個正常嘅建築物嗰度憑空揾啲窿窿罅罅去到create 咗一個生活嘅空間，就租俾一啲即係經濟拮據嘅一啲人啦。咁通常嗰啲文人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即係呢一度嘅即係後邊呢一度幾頁嗰度論述咧，其實咧好多嘅當時嘅上海作家咧都住過亭子間呢一類嘅住房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好似因為實在太多作家都係住喺呢個地方啦，咁啊變咗咧好似係即係一啲未成名或者係刻苦時期經歷緊即係未係發跡嘅作家嘅一啲浪漫嘅生活咁樣樣啦，即係好似喺亭子間我生活咧就係點點點咁樣啦。咁即係例如點樣咧？佢就會半自嘲，好似波希米亞式嘅生活咁樣樣啦。亭子間嘅歲月就係好浪漫咁樣樣啦。咁呢一個 section 咧就係主要係講呢一度，即係呢一個重點啦，咁樣樣啦。咁咧呢一個 section 咧，最後呢個 section 咧就係都市漫遊者。咁都市漫遊者咧就係 Walter Benjamin， 即係呢度。Walter Benjamin 係一個好出名嘅理論啦，咁樣。咁而
我自己覺得咧，李歐梵佢特登開一章去講都市漫遊者咧，對我嚟講咧就梗係係對，即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知識上嘅填充啦。咁因為我係再進一步了解咩叫都市漫遊者啊嘛。咁但係佢自己係即係李歐梵咧，佢論到最後呢個 section 嘅最後咧，佢都有講，其實佢覺得咧當時嘅上海咧係冇都市漫遊者嘅，係同 Walter Benjamin 筆下嘅都市漫遊者係揸節嘅，上海係冇出現過嘅咁樣啦。咁而我自己諗嘅啫，我自己諗法啦，都係即係咧 Walter Benjamin 嗰個都市漫遊者咧，好似係好難或者係比較難出現喺中國嘅地方，或者係好難係複製啦，應該話係啦，好特別喺巴黎一個好特定嘅一個階層，係咪叫一個階層或者一個人種咁樣啦？我覺得好難複製。咁而佢李歐梵喺呢一度咧，佢都有講到咩叫做都市漫遊者啦，係啦，係個解釋係點啦，我都 highlight 咗啦，自己咁樣係啦。咁而佢後邊呢一度咧都有講即係佢覺得當時嘅上海係好冇出現或者比較難出現即係 Walter Benjamin 出所謂嘅都市漫遊者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個 section 咧就即係都你會見到我一路撳咧，其實都好長噶嘛，係咪？咁其實我就覺得呢一個 section 可以唔使要咯，因為佢論完之後個一大段咧就其實係冇嘅咁樣。咁樣係咯，所以點解佢有呢個 section 咧，我都唔知啦咁樣。咁咧接住落嚟咧我就會繼續咧去到講上海摩登呢本書嘅第二個部分嘅。咁之前咧就一路都係講啲上海嘅建築啊嘛，咁跟住嚟緊咧我就會係記錄一下咧，我睇咗除咗建築之外咧，我有睇咗李歐梵去講當時上海嘅一份畫報叫《良友》嘅一個分析嘅咁樣。咁而上海摩登咧，佢除咗講良友之外咧，佢有講現代文學啦，跟住然後再有講其他嘅文本嘅。咁但係因為我冇睇咧，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都冇記錄啦咁樣係啦。咁咧呢本咧就係良友畫報啦，就係我唔知點解個書櫃嗰陣時點樣，我都唔知點樣自己當時咁犀利咧，係揾到咧第一期嘅良友畫報，跟住咧我就珍藏咗啦咁樣係第一期嘅良友畫報第一期咁樣。咁所以我都會睇完上海摩登，其實我都有睇良友畫報去到即係做一個嘅互讀嘅咁樣啦，對讀唔係互讀係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即係你會見到係即係好靚，其實啲圖畫咁樣啦。咁咧呢一個咧我遲啲咧就會開條片咧去做分析嘅。咁而家咧都係即係翻去咧就係講呢個上海摩登先。咁咧良友係一份咩嚟嘅咧？就係好似當時嘅雜誌咁樣啦。咁當時嘅雜誌嗰個嘅對象咧，主要都係女性嘅咁樣係啦。咁就係啦，你會見到咧係好 modern 嘅一個即係封面啊，然之後係好吸引，即係成個構圖一睇咧，其實你就會知係以女性為 target 嘅一本嘅即係潮流刊物咁樣啦，咁樣係啦。跟住咧佢通常有咩特點咧？良友咧佢每期封面咧都係以用女性做封面啦。然之後咧，嗰啲女性咧，可能係即係點樣講啊？一啲好出名嘅，即係名媛啊，或者係點樣講啊？一啲好出名嘅女性啦，咁樣係啦，例如名妓啊咁樣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佢會有人，即係嗰個形象咧，都會係好現代、好 elegant 嘅咁樣係啦。跟住所以我呢度都間低咗啦，年輕富有媚人嘅女性咧，就被塑造成是讀者的良友啦，咁樣。咁咧，這些設計、這些夢幻嘅女性咧，要是讓讀者進入雜誌文字嘅內容咧，先向你咧就提供一啲真正嘅知識伴侶咁樣係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佢良友呢份畫報咧係
即係幫手咧去到塑造或者定位咗咧何謂當時嘅現代女性啦，現代女性嘅衣着打扮啦、談吐啦、定位啦係要點樣樣嘅。咁我即係咩叫現代性咧？就係其實喺物質上邊、物質層次或者作為一個女性嚟講嘅現代性咧，要咁樣着衫、咁樣思考、咁樣消費，跟住咧就係咁樣嘅談吐、咁樣嘅即係嘟嘟嘟嘟咁樣。咁良友作為一個咧就即係影響好大嘅一本嘅畫物咁樣樣啦。係啦，咁同埋咧佢李歐梵喺呢度強調咧就係即係呢本書咧唔係賣弄色情嘅，係健康嘅。咁因為譬如你會見到咧，佢叫自己良友啊嘛，係咪先？咁譬如喺第三期嘅致讀者嗰個編輯的話嗰度咧，都有講到咧，就其實係即係呢本書咧係以一個嘅莫逆之交，或者咧係以女性陪伴女性嚇作為女性良友嘅一個健康讀物嘅形象咧係出現嘅咁樣樣啦。咁例如呢一個 section 咧，佢就講到咧女性同埋兒童咧係即係良友畫報嘅一個重點嚟嘅，係啦。咁何謂咩重點咧？咁樣咁就係譬如咧喺良友畫報入邊咧，佢會展示到唔同女子時裝嘅變奏，即係譬如春夏秋冬要點樣着衫啦，咁樣樣嚇。而家興緊啲咩風格嘅衣着啊，咁樣樣啦。咁例如係唔同嘅 style 嘅，即係譬如咧良友咧，其實佢都會將女性咧係分咗唔同社會嘅類型嘅咁樣樣啦，妙齡少女啊、大家閨秀啊、豔妝少婦啊呢啲咁樣樣啦。咁即係其實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即係睇完呢個 section 咧就係雖然呢一個嘅即係良友作為一個所謂嘅現代產物啦，即係當時好劃時代現代性好強嘅一個產物，就係你作為一個女性佢指導緊或者佢影響緊咧當時嘅上海嘅中高層嘅女性嗰個生活模式或者打扮啊或者思考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佢裡面咧都係傳統嘅咁樣樣啦。咁咩叫傳統咧？就係佢冇撇棄到即係中國女性核心嗰啲價值觀咯，但係佢用咗一個好 modernize、好現代、好西化，即係現代同西化喺呢度我就即係交叉使用咁樣樣啦，係啦嘅一個嘅包裝咁樣樣咯，係啦。咁即係譬如咧佢後邊咧係有分析嘅，呢個就係良友第4期嘅封面咁樣樣啦。即係譬如睇呢一頁咁樣樣啦，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係即係個氣質上面，或者個女性個表現出嚟咧，其實咧都係同中國傳統女性個要求咧係差無幾嘅，甚至我會覺得，即係譬如都係好要溫柔啦、大家閨秀啦，然之後柔弱啦，然之後無論即係佢係着啲咩都好啦，裙啊、旗袍啊咁樣，都係展現緊女性嗰個曲線嘅咁樣樣啦，係啦，同埋啲 poster 都係啦咁樣樣。所以咧，雖然係現代化咗，嗱當時已經係1920年至1930年1940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嗰個價值觀咧其實係冇變嘅，我覺得係啦。咁而李歐梵佢呢度咧，即係都好明確地咧就指出咧，其實咧佢呢本雜誌咧係指示咗咧中上階層嘅都會女性嘅生活係要點樣生活啦咁樣樣。咁同埋咧，佢係良友畫報入邊咧，佢係個涉及嗰個空間咧，係從家居屋企女性要點樣佈置屋企啦，即係或者一個女性佢點樣去佈置屋企啦，然之後甚至都去到即係你要出去 social 要跳舞或者係要同人社交嘅時候，你嘅衣着打扮、你嘅談吐係要點樣樣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啲穿着美麗的女性類型咧，就喺呢啲空間生活，從臥室到舞廳，同客廳到電影院到百貨公司，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即係都好即係有個好強嘅指導性啦。再一次講就係第二咧就係
其實咧，從這些照片看咧，女性嘅世界依然同在家和孩子一起嘅。咁咧，雖然這個街市嘅現代空間，咁就係同我之前講嘅一樣啦，就係其實咧，雖然佢係一個現代化嘅產物咁樣啦，看似，但係其實咧，佢係仍然都即係冇擺脫過中國傳統對女性嗰種嘅價值觀咯。例如喺良友畫報入邊，不停出現嘅係女性係喺即係同小孩一齊啦咁樣，即係小孩同埋女性咧會不停同時出現喺良友畫報入邊啦，跟住然之後咧居家打扮或者係如何佈置家居呢一啲嘅即係相片啊，或者係一啲廣告咧，其實都係不停出現嘅。咁其實咪就係同傳統女性一樣咯，都係同細路同屋企綁在一起咁樣啦。所以咧，其實咧個思考上面咧個深層係冇 modernize，就或者冇推翻到嘅，反而係用現代嘅包裝去鞏固咗咁樣。咁咧呢一度咧，我之後咧就會係攞呢個我唔知點樣得翻嚟嘅良友嘅第一期去到即係做一個分析嘅。我自己都會睇一次良友畫報第一期，咁樣去試下用李歐梵一啲嘅 points 咧去到即係睇個畫報嘅咁樣。係啦，咁咧作者即係李歐梵咧，去到最後呢一段咧有個總結嘅，個總結就係咧良友畫報對於即係當時嘅上海嗰個現代性有咩影響咧？咁樣就係咧正是這種現代嘅夢幻開始作用於讀者嘅流行想像，即係話咧其實咧讀者咧係睇良友雜誌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 fantasy 啦，就係咧其實咧一個理想現代嘅生活係咁樣，要咁樣啦。跟住然之後，佢咧從而咧就係藉着咧幫助咗上海都會文化嘅建構咁樣。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即係良友畫報嗰個嘅文化上邊嗰種最大嘅 implication 係咁樣啦。咁而李歐梵就喺呢一度點出咗啦。例如咧，佢譬如呢一頁咁樣啦，佢即係良友畫報嘅其中一頁啦，咁就係即係好明個標題都好明白啦，都會的刺激。佢就即係將上海作為一個大都會，跟住咧將佢係重點咧去即係廣而告之咁樣咧，係 present 上海作為一個充滿刺激嘅大都會咁樣啦，有呢啲啦咁樣，譬如摩天大樓啦，跟住好時髦嘅女性啦，然之後建築物啦，然之後有跑馬即係賽馬嘅活動啊，跟住然之後舞廳啊呢啲，咁係即係俾人一個 fantasy。上海大都會就係咁噶啦，睇下哇幾聲色犬馬咁樣啦，係啦，咁咧跟住講月份牌，月份牌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 section 啦，或者係即係成本書嚟講咧，我會覺得係相對係即係好有見地嘅一個 section 咁樣啦。咁就係咩咧？就係講到咧即係當時出現嘅月曆係點樣嘅，咁即係其實咧係即係呢一種咧係啦，即係好典型嘅就係咧，哇一大幅畫就係通常都係一啲美人啦，咁而你會見到譬如呢一個美人咧，嗰個衣着係旗袍，然之後坐姿係好端莊，然之後咧嗰個嘅背景啦係鴛鴦戲水咁啦。其實呢啲 point 咧都係李歐梵即係個分析嚟嘅，唔係我自己分析啦。咁你會見到咧係好古典中國古典氣質嘅女性咁樣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下邊呢一度咧就係個月曆啦，就係個月份牌嗰個內容啦，咁樣啦，係啦。咁有乜咁重點咧？就係首先咧就係再一次就係喺月份牌嗰度咧，女性即係佢呢一段講嘅係啦，呢一段我冇特別 highlight 啲乜嘢啦，就係女性咧都係作為一個嘅
被注視嘅對象啦，同埋一個嘅物質同物質極度掛鈎嘅一個嘅客體咁樣樣啦。第一點呢個係咁，其實即係都唔係新奇㗎啦。咁即係呢個 point 唔係新奇㗎啦，咁樣樣啦，係啦。咁另外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話咧，當時嘅月份牌咧係用咗兩種紀年，就係中國農曆啦，同埋西方嘅月曆啦，咁樣樣。咁即係話啲咩咧？係喺嗰個時間觀上面咧，當時嘅上海即係已經進入咗咧呢一個嘅由農曆去到規劃生活，變成用西曆去到規劃生活嘅一個時代。咁咧喺即係時間上邊嗰個時間觀上面嘅轉變咧係好重要嘅。咁呢一度咧我覺得嗰個即係重點比較多，我都 highlight 咗啦。係啦，咁佢呢度有講啦，時間同埋日曆系統咧係正是現代性所賴以建構嘅基礎。咁咧亦都係咧Benedict Anderson 咧內在嘅主題。咁就係講緊咧Anderson 嗰本 Imagined Communities 嗰本書啦，就係講到民族主義 nations 只係喺時間觀念根本改變之後先係被想像嘅。咁即係話咩咧？就係首先第一點咧就係即係講緊 Anderson 呢本 Imagined Communities 嗰個重點係啲咩咧？第一就係nations 呢個嘅 concept 咧係現代產物嚟嘅，唔係亙古而有嘅。第二，咁點解喺現代即係中古世紀 Enlightenment 之後會出現到 nations 呢個 concept 咧？就係關於當時咧係有一個嘅時間觀念根本嘅改變，跟住加埋有呢個 print capitalism， 即係印刷資本印刷嘅盛行，仲有其他各方面因素啦，加埋咧先可以出現到 nations 呢樣嘢嘅，係啦。咁總括而言就係啲咩咧？總括而言咧就係李歐梵喺呢度借用咗 Anderson 嘅 concept， 就係如果一個民族一個新嘅民族要成為一個民族要成為一個新嘅民族，一個民族要點樣構成到咧？就喺時間上邊咧，時間觀上面咧有改變先得。咁我自己嘅理解咧就係咩咧？譬如喺呢一度啦，我哋以前中國人係用農曆㗎嘛，咁農曆如果用農曆去到規劃自己一個人嘅生活嘅時候咧，就同現代社會就好唔同嘅。即係譬如你農曆係有講呢個24節氣㗎嘛，即係譬如你立春就要播種啦，然之後你咩立秋定咩秋收你就要去即係收割啦咁樣嗰啲啦，類似即係話咧，其實咧如果你係用農曆去到規劃你嘅人生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變咗個農民啦，係啦。咁但係好明顯咧，24節氣或者農曆咧係同現代社會嗰個生活節奏同埋生活模式係格格不入㗎嘛。咁所以咧，只有係喺中國人放棄農曆，採用西曆去到規劃自己嘅生活節奏嘅時候咧，先至係能夠完完全全咁樣咧係有一個嘅現代性嘅民族出現咗咯。咁而呢一度嗰個現代性嘅民族咧，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民國之後嘅現代中國人咁樣樣啦，就唔同以前嘅古代中國人咁樣樣啦。即係我當然我真係講得好粗俗，同埋亂咁用一啲嘅 terms 啦咁樣。但係咧，即係即係呢本書係叫做《上海摩登》，一個現代性嘅上海係點樣誕生啊嘛。咁所以李歐梵咧，佢呢度咧就指出一點啦，就係話咧現代社會即係現代上海現代性嗰個所謂嘅現代性係點樣誕生嘅咧？就係啲人開始唔用農曆去規劃自己生活，開始用西曆去到規劃自己生活。例如月份牌嘅出現，就係開始有西曆，同時咁當然有保留農曆啦咁樣樣，係啦。咁咧就開始去改變咗人嗰個嘅生活規律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一個人咧可以就變咗做現代人啦，真係咁樣樣。即係以上海為例咁樣樣。咁佢裡面咧呢本書入邊咧，我唔記得喺
邊一度啦。佢有講過梁啟超為例嘅，梁啟超佢第一次去到西方，佢有講過一句説話嘅，就係話當佢採用西歷嘅時候咧，梁啟超就我而家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現代人啊咁樣樣，係啦。咁而用翻呢個Anderson 嗰本 Imagine Community 嘅思路咧，就係當你一個嘅新嘅時間觀確立咗 adapt 咗之後咧，你先至會有一個新嘅imagination 喺度嘅咁樣樣。即係譬如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就係如果你即係 keep 住用農曆嘅時候咧，你只能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咁就然之後中午大太陽嘅時候，你又唔可以做任何嘅農耕嘅活動啦，你只能夠喺屋企唞暑啦，就瞓晏覺啦咁樣。咁喺現代社會，如果你係用呢個嘅日曆同埋鐘，即係呢一度咁樣講，話日曆同埋鐘去到計算或者係規劃你嘅生活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係變得朝九晚五啦。朝九晚五就係返工，你9點鐘你就要搭正，就坐喺辦公寫字樓嗰度，跟住就工作到5點，咁你就唔使你日頭12點嘅時候咧，個太陽好大，你就要唞暑，咁你冇噶嘛，你唔需要啦，係咪先？跟住咧5點鐘放工啦，然之後咧你就搭車，夜晚你就即係放工之後，你可能喺百貨公司度行街，跟住看電影，跟住去跳舞乜乜，跟住週末星期六、星期日咧，你就係家庭日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係同呢一個咧就係好大影響啦，即係變咗一個現代嘅社會模式啦。跟住然之後同埋佢係因此咧先至有呢個現代嘅社會嘅模式，你先可以有現代性嘅想像啦，即係現代社區嘅想像啦 Imagine community 啦。即係例如你係一個嘅即係當時嘅上海一個年輕女性咁樣先算啦，你係打工嘅咁樣樣啦，你出嚟打工嘅，然之後禮拜6日咧你就家庭日嘅，咁你就會好容易想像到咧，同你同類嘅年輕嘅中國女性咧，都係過住同一樣嘅生活，可能9點鐘就係上班，5點鐘落班，跟住然之後咧禮拜6日咧你就喺屋企嗰度照顧家庭啊咁樣樣啦，即係類似咁樣啦。可能我講得即係未必係咁啊，但係即係類似係咁樣啦。OK，咁所以咧呢個現代性嘅想像咧個意思就係只有係一個新嘅時間觀念，現代嘅時間觀念先至容許到一群人去到 imagine 自己同一班唔識嘅人成為一個 community 咯，係啦。咁主要咧就係咁，我嘅理解係咁啦，唔知有冇錯咁，但係我都即係有冇錯都我都想記錄一下我自己嘅想法咁樣樣啦。咁最後咧我有睇到呢本書嘅最後一章嘅就係《雙城記》，《雙城記》就係講上海同埋香港啦。咁呢一度咧，成個《雙城記》咧，首先咧佢就係講緊以上海為中心點樣去睇香港啦。咁佢主要用咗好多張愛玲啦。咁我唔肯定啦，但係喺我睇過嘅嗰幾本李歐梵嘅書入邊咧，我感覺到李歐梵係好中意張愛玲啦咁樣樣。OK 嚇，跟住然之後咧，佢呢度一大段咧都係用咗第一爐香同埋第二爐香嘅文本去到講喺一個以上海人嘅眼光，上海為定位嘅一個望去香港嘅一個睇法。咁因為第一爐香同第二爐香咧，個小説主角都係上海人啊嘛，跟住就去到香港啊嘛，跟住喺即係小説入邊嘅香港其實就好古怪噶嘛，同埋好核突噶嘛。咁而即係我唔重讀啦，即係我就唔多讀咁樣樣啦，係啦。咁同埋呢度我都唔係即係做一個嘅文學分析啦，咁所以我就 skip 咗佢咁樣樣啦。咁主要咧我就係想記錄咧，就係喺即係李歐梵引用張愛玲嘅第一爐香同埋第二爐香講咧，就係其實如果以上海為主體，香港為他者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咧香港咧係一個好 weird 同埋好奇怪同埋好淺微嘅一個嘅卑微嘅殖民地咯，係啦，好古怪。跟住咧係完全係為咗奉承即係大
帝國嘅一個嘅殖民嘅地方咁樣啦，係啦。咁譬如呢個張愛玲即係好出名嘅一句啦，就係因此張愛玲咧會把香港描寫成一個急於去迷惑佢殖民主子嘅妓女啦，咁樣係啦，即係香港呢個城市咧，好明顯係有目的咁樣咧，置身於西方殖民嘅注視之下啦，跟住咁樣去啦，咁樣。咁咧而另外另外一點嘅就係話咧，其實當即係香港喺稍後嘅時間咧，即係嗱，因為呢本書嗰個嘅討論嗰個年份咧，就係1930至1945左右啊嘛，係啦。咁跟住去到即係40年代打後，咁發生咩事咧？咁就係香港就慢慢咧，即係因為一啲即係49年之後啦，跟住大量嘅上海資金，上海人咧就湧咗去香港嗰度避難啊嘛，跟住咧就造就咗呢個香港人口激增，然之後就有呢個嘅即係香港咧就成為咗上海嘅避難所之外咧，同埋就吸收咗好多上海嚟嘅人才同埋資金，跟住咧就有蓬勃發展啦，例如先施公司啦、先施百貨啦、永安啊，跟住國泰啊、電懋啊、邵氏啊，呢啲全部都係上海嚟嘅人才同埋資金嚟㗎嘛，咁樣係啦。跟住仲有啲乜嘢咩上海裁縫啊呢啲咩即係嗰類啦咁樣。咁佢就即係講到係即係49年之後嘅一個發展咁樣啦。咁而呢啲發展咧就造就咗後來即係香港即係飛黃騰達嘅即係富有嘅即係80、90年代啦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如果係作為即係討論當時即係去返呢本書嗰個1930年至1945呢個時間咧，喺上海作為主體睇香港嘅時候咧，就即係張愛玲嗰句咩香港就好似一個潛形自己主子嘅妓女一樣啦。OK 係啦，咁樣即係張愛玲嗰啲形容真係好，我好到啊！真係我都唔識講嘅啫。係啦，跟住另外第二個 section 咧就係講緊即係如果以香港為主體，跟住上海為他者，咁又點樣睇咧？咁就係一個懷鄉嘅視覺就出現咗啦，咁樣係啦。咁主要咧去呢一度咧，其實好短嘅啫，嗰個嘅討論。咁咧，譬如香港喺即係49年之後啦，咁就吸收咗好多上海嚟嘅資金同埋人才啊嘛。咁然之後咧就於是咧香港咧有即係斷斷續續咧就出現一啲嘅懷緬昔日光輝上海嘅光輝時刻嘅一啲嘅現象啦。咁所以咧喺李歐梵佢就叫做懷鄉嘅現象啦。咁例如上海灘啦，OK 上海灘、新上海灘啊呢啲啦咁樣嚇。另外咧就係上海匯豐銀行大廈呢啲，即係佢用電影、電視跟住或者係甚至係建築物去到即係解釋，其實咧好似喺香港呢個地方咧，係成日咧都有一種咧就係懷緬或者係回顧上海光輝時刻嘅一啲嘅情形或者現象、文化現象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咧，佢有一個 section 咧，就關於老上海的香港電影，即係佢就譬如用文本電影文本角度出發啦，就係其實咧會見到咧有一堆嘅香港電影咧係關於或者描寫或者係懷緬老上海嘅光輝嘅咁樣。咁但係咧就我就 skip 咗佢，因為我唔係好熟啦，即係睇即係對於上海電影我唔係好熟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主要我就係即係記錄一下啊，其實。即係李歐梵對於即係香港作為主體睇上海就有個懷鄉嘅感受咁樣，主要係反映咗喺電影、電視方面咁樣啦，係啦。咁咧而呢一度咧，我係有啲唔認同嘅咁啦，即係我好難咧去到即係好少可咧係我會唔認同一啲我睇嘅論文咁樣啦，咁。係啲咩咧？其實好少嘅，就係咧佢有講胭脂扣嘅，即係關錦鵬嗰個胭脂扣啦咁樣。咁佢解釋胭脂扣呢一
頁咧，其實我就唔係好認同嘅，因為我反而咧我係會即係睇翻成個胭脂扣嘅電影咧，就其實就唔係懷緬上海或者係即係個上海嗰個地方，作為一個地方嗰個重要性其實唔高咯，冇李歐梵喺呢度講到咁高啦，應該話係啦。咁即係主要咧係即係我唔同意呢度嘅啫。作為名妓如花嘅生活場景虛設喺30年代香港，咁就好容易咧就令人聯想到老上海啦。咁雖然佢就講，不管咧這個老城市嘅真實身份是什麼咧，咁跟住佢就講係有啲咩意思啊，咁樣啦，係啦。咁因為佢喺呢一度，佢後邊一大堆嘅論述，即係呢度一大堆嘅論述啦，係建立喺都唔係建立喺嘅，即係咧係話講到係呢啲就會容易係聯想到老上海。咁我又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嘅，即係譬如我睇咧，或者係我諗好多香港人去睇胭脂扣嘅時候咧，就如花咪就係代表香港咯，就是香港咯，就係香港咯，就唔關老上海事啦咁樣，係啦。咁呢一度咁所以咧我就因為佢呢一個胭脂扣呢個例子咧，其實係擺咗喺即係關於老上海的香港電影呢一度嘛，咁我就覺得同胭脂扣呢一個例子咧，就同老上海真係冇乜關係咁樣咯，係啦。咁而你問我咧，我就即係用一個香港做一個本體一個本位去到睇胭脂扣咯，咪就係如花就係講緊逝去嘅香港，跟住然之後咁樣啦，咁我就唔展開啦咁樣啦，因為呢個係第二個話題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度佢對於胭脂扣嗰個結論咧，懷舊已經超越咗模仿或戲仿而成為歷史預言。如果過去不再存在，對香港這樣嘅地方咧是一個常見嘅比附，那麼它必須被重新創造，以此與過去建立新嘅連結咁樣。咁呢一個 conclusion 咧，我都係唔認同嘅咁樣，係啦。咁我究竟係有咩睇法咧？我睇胭脂扣咧，我主要我會覺得咧，Arbus 嗰本關於香港嘅論述，即係 Arbus 咪有本關於香港嘅論著嘅，我覺得咧嗰度講胭脂扣咧就講得即係我會認同嗰個多啲咁樣咯，就唔係呢一度咁樣啦，係啦。咁而因為呢個 section 咧係講香港電影，但係一啲關於老上海嘅香港電影啊嘛。咁而佢裡面咧，佢有講另外幾個例子嘅阮玲玉啦，跟住紅玫瑰與白玫瑰啦，關錦鵬嗰套啦，咁同埋周潤發嗰套傾城之戀啦。OK，咁佢有講3個嘅。咁我 overall 我就覺得佢喺呢度咧就真係評電影為主多過去到講呢幾個電影反映啲乜嘢嘅老上海情懷咯。即係譬如佢會講到許鞍華嘅傾城之戀咧就唔係唔好啦，即係譬如個女主角繆騫人唔夠 convincing 啊咁樣啦，係啦。跟住紅玫瑰與白玫瑰就太多小説嘅原文打落去嗰個銀幕度就對於一個電影效果唔係咁 match 啊咁樣，你都好似真係做一個電影分析咯。咁就同講關佢呢啲電影點樣 reflect 老上海懷舊情懷咧，我就冇乜睇唔到啊，冇乜講咯應該話。咁所以我覺得就咁樣咯，係啦。咁啊，仲有佢仲有講咗幾套電影嘅，咁但係都係諸如此類啦，即係都係我覺得呢個 section 麻麻地，其實就係咁樣啦。